宝贝的成长书，贝安斯坦熊，看医生不害怕。作者史丹·贝安斯坦和珍·贝安斯坦。先深呼吸一口，再伸出你的舌头，给灰熊医生瞧瞧，做只健康的小熊。明天，当熊妈妈送小熊们上床睡觉时说：“你们要去医生那里做健康检查。”医生，熊哥哥说：“我们没有生病啊。”什么是健康检查？熊妹妹有点担心地问。就是检查身体啊。熊妈妈说：“灰熊医生会检查你们是不是有正常的健康长大。”那会痛吗？熊妹妹边问边把棉被往上拉。好了好了，熊爸爸边说边亲亲妹妹。你放心的睡吧，没什么好担心的。但熊妹妹却不是那么肯定。第二天早晨，吃完营养的早餐，熊一家就开着他们的红色敞篷车出发了。妈妈，你有做过身体检查吗？当他们的车开在尘土飞扬的泥土路上时，熊妹妹问：“有的。”熊妈妈说：“像我就不需要再做检查了。”熊爸爸吹嘘着说：“因为我从不生病。”好大一个喷嚏呀！熊妈妈说：“那是因为这条路上灰尘太多。”熊爸爸边说边转弯，开上通往熊镇的高速公路。他们在诊所的门口停了下来。来吧，小熊们，熊妈妈说：“我们可不要迟到了。”但这时，熊哥哥突然停下来，因为他想起了一件事。我们会需要打针吗？他问。那是有，医生决定。爸爸边说边打了一个比刚刚还大的喷嚏。愿上帝保守你，熊妈妈说。是因为阳光太刺眼了。熊爸爸吸吸鼻涕说：“我从来不生病的。”诊所的候诊室是个忙碌又欢乐的地方，墙上有美丽的图画，有书可以看，还有拼图可以玩。熊哥哥开始玩拼图，熊妹妹拿起一本书，但其实她没有真的在看。有一些别的熊走进诊所，她环顾四周，观察这些熊。有好多不同年纪的小熊跟父母一起来。有些小熊看起来有些担心，熊妹妹对他们微笑，让他们不会害怕。有一只年纪比较大的小熊，腿上打了石膏，上面布满了签名，还有一些好笑的图案。他让熊哥哥在上面签名，让熊妹妹在上面画画。
诊所里还有一只熊宝宝，它只有几周大。下一位，灰熊医生喊道。轮到熊哥哥和熊妹妹了。灰熊医生很亲切，但他不浪费任何时间，马上就开始帮小熊们检查，因为后面还有很多熊需要他照顾。首先，他帮小熊们量身高和体重。很好，他说：“你们的体重很正常，而且都长高了。”他用听诊器听听小熊们的胸腔，然后再从头到脚触诊一番，检查器官有没有问题。接着，他量了小熊们的体温，看看是否正常。他检查了他们的喉咙，再用一个特别的小灯检查他们的眼睛、耳朵和鼻子。接着，他小小声地在他们耳边说话，测试他们的听力。再来是视力测验，熊哥哥可以念出每一个字母，除了最小最小的那一行。熊妹妹还不认得所有的字母，所以她看的是另一张特别的表，像这样。很好。灰熊医生看着他资料夹里的文件说：“熊妹妹低声对哥哥说，到目前为止都还不会痛。”好啦，这样差不多就没问题了。灰熊医生透过他的眼镜看着文件说：“除了最后一件事，你们已经到了该打预防针的时候了。”你看吧，熊哥哥说：“为什么我们明明没有生病，还要打针呢？”熊妹妹问。妹妹，熊爸爸说：“你要，你要听医生的话。”他准备好打针的工具，然后对着候诊室大喊：“我这里有一只很勇敢的小熊，准备要示范如何乖乖打针。”回到你的问题，熊妹妹，灰熊医生说：“有一些药是你生了病的时候吃的，那些药很有效，但是现在要打的针是一种很特别的药，是保护你，让你不要生病的。”那会痛吗？熊妹妹问。医生解释：“几乎比咬到你自己的舌头或撞到你的小腿还不痛多了。”好了，结束了。灰熊医生说的一点也没错，果然一下就结束了。熊妹妹连痛都还来不及说呢。其他来观摩的小熊都觉得熊妹妹好厉害，熊哥哥也这么认为。熊哥哥打完针后，爸爸说：“好了，医生，那我们先，他就，走了。”等等，熊爸爸，灰熊医生说：“让我帮你看看。”可是我从不生病的。熊爸爸说：“体温过高，喉咙红红的，鼻腔里都是鼻涕。
吃药时间到了，爸爸。小熊们说，然后送上好大一匙灰熊医生开的粉红色感冒糖浆。好吧。熊爸爸虚弱地苦笑着说：“我几乎从不生病的。